啦。多谢你好好照顾伊，真心的对待伊。柯凡，伫遮你算是我的先辈啊，所以以后请你多多指教。人失败啦！恁只要阮袂偌久，拢是人荒废红了，才有无了像你来规工，毋知咧创啥一个扑龙讲，里面老要捌弟弟，昨天甲你去修，你甲金色色。啊，不会啦！我的手链啊！赵丽萍，你超过嘢啦！我根本就无看到你的手链啊！蔡姐，蔡佩杰是啥物搬入来？云北精神状况本来就无好啊，你搁互这个千分人搬入来，无怪你俩讲。你别拍照，你俩就拍照，我没有你拍的，我是换人了。你的面相风霜里。